一位87歲的中風患者徐婆婆的故事分享。徐婆婆中風後剛剛出院，只能瞓床休息，家人對她的康復感到好擔憂。呢個時候，英營軒的專業治療師走進了他們的生活，幫助長者。治療師首先會進行詳細評估，制定個性化治療計劃，通過物理治療，幫助徐婆婆重新獲得活動能力，恢復健康。有家人同治療師支持下，令徐婆婆感到溫暖，建立信心。職業治療師亦教徐婆婆學習應對日常生活，例如食嘢、沖涼。經過3個月黃金康復期後，徐婆婆終於能夠企起身，邁出第一步。經過多次訓練，徐婆婆逐漸能夠使用拐杖，喺家人協助下行走。屋企人都十分感動，他們的支持見證徐婆婆康復的奇蹟。隨住恢復，徐婆婆也逐漸多了笑容。對英營軒貼心上門寄照顧服務，徐婆婆家人深表感激。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希望的象徵。英營軒關愛每一位長者，助力每一次新生，恢復生活，勇敢前行。